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甲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着用俄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俄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三甲来吟诗，圣诗303首，圣诗303首。主，我要学了你。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阮中倒入来受苦，领受地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一个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 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信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信道的上方，罪的赦免，肉体的我，永远的活命，阿门。下这请坐。这是咱三甲来启应用启应文第29篇，伫咧信息的后面1051页。 1051页，启应文29篇，也是诗篇119篇。行为无通指责，这款人真有福气，听从上主的教示。这
即款人真有福气。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顺捷？上主啊，我要专心找求你。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悲伤到要喙去。求你，互我无伫虚假的道路。求你，互我袂意爱虚假。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假说就发出光。你的公义线到永远。这时，咱三甲来祈祷，请赵美珠姊妹，请大家压头三甲来祈祷。慈悲疼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保守阮经过一礼拜平安，会当搁一摆来到圣殿学乐敬拜你。本主日是得胜者团契的主日，主啊，你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既然行伊伫我的兄弟姊妹世的一个，就是行伊伫我。也讲，用阮细囝就近我，无得禁伊，因为天国是上帝即号的。主啊，阮感谢你，互得胜者团契会当进入学校，亲近青少年，做因心灵上的朋友，并且借着课程，甲圣经的话语传讲，互因知。虽然伫眼前，阮所得到的果子夭少，但是阮相信，只要有骨力也种子的信心，就要伫将来结侪侪好的果子。因为阮相信，收割是在伫主里。为这个缘故，阮献上无比的感谢。愿福音的种子会当传遍各地区的学校，荣耀主你的名。这时，阮也恳求主上帝用由我新牧师的喙，互牧师所传讲的信息，成做阮生命中的美娘，甲生活中我靠的准绳，互讲的甲听的平平受着造就。阮也为着身体有欠安的兄弟，求你医治因，互因早日恢复；有软弱的，求你安慰因，甲因三甲之地。出外工作的，保守因的骹步平安；无来的兄弟，也伫即时纪念因。当阮将今仔日的敬拜完全交托仰望伫你的手中，愿上帝扶持带领对头到尾，愿将所有的荣光甲权柄拢归伫你。平安归伫你所欢喜的众人，愿安尼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这时，咱要来学乐，请得胜者团契，因为学乐的诗歌是一件礼物。我
这时咱要来请沈锦秀牧师来敬道，伊今仔要敬道的题目是孕育生命的果艺。我今天忘了读经，对不起。OK， 好。先读圣经，先读圣经，歹势吼。今日要读的圣经是伫咧有5节，伫咧第1节是伫咧马可福音11章12到14节，以及20节到22节。马可福音11章12至14节，隔日因对伯大尼出来。耶稣要远远看见一丛无花果树有叶，就去看伫迄顶面有所得着无。已经到，竟然无所得着，只有叶难定，因为毋是无花果的时。就对迄丛树讲：打了后，永远无人食着你的果子。伊的学生也听见。20节到22节。早起时，因对遐经过，就看见迄丛无花果树根基拢孤打去。彼得记得就甲伊讲：拉比，你看，你所救助的无花果树已经打去。耶稣应讲：恁着信上帝。第20节的圣经是伫咧路加福音13章第6节到第9节。伊就说一个譬如讲。某人有一丛无花果树栽伫伊的葡萄园内，就来遐找果子，找无，才对管园的讲：你看，我连3年来对这丛无花果树找果子，找无，就甲伊撮起来，写书互伊也定所在。因伊讲：主啊，今年请阁容阮伊。听候我四围骨松压肥，后来若结果子就好，若无你才甲伊撮起来。佫一位圣经是记载伫咧马太福音第3章第8节，所以恁着结迄号合伫反悔的果子，以及第7章16节到21节，恁要对因的果子来捌伊。兼对刺皮挽葡萄，对一个挽无花果嘛。安尼，既若好树结好果子，歹树结歹果子；好树袂结歹果子，歹树袂结好果子。既若树无结好果子的，就对伊ฮ็落火。所以，恁要对因的果子来捌伊。既若称呼我讲主啊，主啊的。无一进入天国，独独行我伫天里的爸的旨意的这话。以上，请陈牧师来敬道。各位兄弟平安。我今日来到咱桃园教会吼，嘛是接到一个。礼物共款的欢喜共款吼，我看到讲啊，咱遮有即个得胜者的团契吼，啊，大家人穿蓝 T， 踮遮献诗，我有一点安尼感觉，哇，受宠若惊迄种感觉吼。原来咱的教会，遮尔伫得胜者的工作中间，遮尔来尽心吼，佮有一个安尼的团体团契伫遮安尼吼。那所以我就实在是。真感觉对内底的一个欢喜，讲啊主啊，今仔日互我遮尔有荣幸吼，会当来到咱的教会，甲兄弟姊妹代表得胜者来甲大家人请安，嘛来报告讲，阮得胜者所咧做的，阮的理念。啊，今仔佫有一个上帝佫互我一个礼物吼，互我一个有那惊喜啦吼。我看到即个明辉兄甲丽香姊啊伫遮安尼啊吼，哇，我嘛是一个真欢喜，讲哇，今仔日会当伫遮拄着。故乡的人安尼吼，虽然我是嫁对万里的新妇啦吼，也是万里人安尼，嘿，拢真欢喜。那我今仔日要用这个孕育生命的果芽这个主题呢，来甲咱兄弟姊妹同齐来勉励吼，嘛同齐来思想。我想大家人看到这个名吼，大家就知影讲，得胜者咧做啥物代志？
孕育生命的果芽哈对今年啊哈，差不多过年了后哈，咱过旧历年了后，其实哈，伫咱基督信仰的这个过程，其实即马就进入一个时期，叫做大灾期。大灾期哈，有人教会会开始，譬如在乎这个其实咱即马就这个大灾期，对2月17号到4月4号，4月4号是当时，4月4号是搁活节，哈，拄今年的搁活节，哈，这个大灾期，什么叫大灾期哈？其实就是搁活节进前，主日卖算哈，40天安尼哈，这个嘛会当叫做预苦期，或者叫四旬期，多40天。那这个40天中间呢，咱信徒吼特别拢会较济来，譬如有人会禁食，吼有人就是较简单，较无做一寡较活动的吼，较安静，常常有一个独处，甲上帝做伙的迄个时间。我就想讲，这个是嘛伫咱汤圆前站的时间内面。有一点咱莫讲一定讨远，咱整个伫疫情的这个过程内底，好，加上咱嘛需要较济的简居、安静佮独处，有这个安尼的感觉。好，我今仔日要甲大家人所分享这段圣经，就是伫这个大灾期的上尾的迄个瓦近搁活节的时阵，所读的圣经，谈拄咱的师会的姊妹有带咱来读。等下我有哪会出现这个圣经，这个圣经检查我就较用迄个和本，吼，甲大家人过来看到哈。主要的圣经就对马可福音11章，吼12节到14节的一个故事，哈，耶稣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伫搁活节进前，耶稣受难迄周，哈，一个故事。这个搁活节，那讲到搁活节吼，兄弟姊妹拢当时会甲我问讲，搁活节是到底哪一天啊？唔知你会安尼想无吼？当时伫3月，当时伫4月，无像迄圣诞节，甲是安固定，拢知影讲伫12月哪一天安尼啊吼？到底搁活节要安怎来计算吼？其实搁活节有固定伊的计算方法，伊就是伫春分，春分，过了春分，春分就是。24节气内底3月20啦吼，每一年大概3月20无到3月21。了后，你拄到的第一个月圆，迄个满月的时阵，今年多3月27。之后，迄个主日，今年多4月初4。大约是安尼算，主要是3月21。春分以后拄到第一个月圆，迄个后面迄个主日。那这个时阵其实伫咱耶稣迄个时代，因旧约的时阵，其实是就是因的逾越节期，或者叫无效节期以色列人纪念因出埃及的时阵，所以迄阵涵盖因的纪念逾越节、除酵节出熟节，这个7、8天的节期内面，以色列人拢会来甲迄个耶路撒冷，做伙来过节，所以这个时阵的背景大概就是安尼。那再来看这个特别背景是搁活节，咱即摆讲的搁活节，这个4月4号这个复活节。之前1周，我们有时候会把它叫做棕榈主日，棕榈主日，像今年来讲3月28啦，搁过1、2礼拜，中间这周，咱就甲叫做受难周，伫耶稣受难进前，搁活进前这周，伫这周，咱也来甲看圣经内面4个福音书，每一个福音书。所写的篇幅，伫耶稣33年的时间内面，这个篇幅拢占差不多1/4、1/3，甚至约翰福音将近1/2的篇幅在记载这周内底代志。所以咱就知影讲，这周受难周耶稣伊想要讲的，每一个伫这周内面真重要吼。所以咱今仔日要来分享这段圣经，就伫受难周里面第一个，我当咧讲，就是耶稣呢救做无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他都看迄个圣经。伫这周内面呢，耶稣有入去到圣殿来洁净圣殿，对无？甲迄迄个
羊卖牛的吼，甲赶出去，啊，甲倒啊淹倒吼。啊嘛，伫迄周内呢，伊甲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啊针锋相对来讨论吼，啊，甚至伫遐甲因辩论安尼。啊，伫甲咱嘛知影伫差不多礼拜4晚上，耶稣甲门徒食最后的晚餐，伫遐伊设立圣餐。咱甲他拢抑个来遵守纪念迄日，吼啊！比遐耶稣有真济的教示对门徒，啊比遐甲因洗骹，吼啊！在迄间因去甲科西玛尼园的时阵，耶稣掠风掠起来，啊去开始受审，吼啊，然后被钉上的十字架，好，搁互埋葬。但是安尼无结束，不是都结束了，咱知影耶稣搁活起来。那我即摆要讲的即个，咱要来看即个圣经的背景，就差不多是即个时阵，吼咱就来对马可福音11章的第1节到11节，吼，安尼会有伫来看卖，吼伫马可福音11章第1节到11节遐嘛，安尼写着讲，耶稣甲门徒吼，就来甲瓦近耶路撒冷。咱来用地图来看，吼，耶路撒冷若是伫即个所在，吼。伊呢来到遮的时阵，耶路撒冷内面有一个圣殿的所在，差不多伫整个耶路撒冷的较东边遮哈。伊讲即摆呢到了伯法其甲伯大尼哈，在橄榄山那里。橄榄山伫搭，橄榄山就伫即个耶路撒冷城的较对面安尼哈对遐安尼甲看落去，耶稣来到遮了吼，伊就甲2个门徒呢，甲因讲，恁就去对面的村庄内底吼，入去了吼，因就牵一只驴子来吼，即个来讲，即个伯法其即个所在，就挖进即个橄榄山家嘛吼，这伯法其的意思是啥？或者亲无花果之家。伊翻起来意思是安尼，伯大尼的意思是啥？伯大尼的意思就是无花果之家。对遮的庄头的名，咱就知影讲，遮一定足些啥无花果啦，无毋对吼，都真正无花果。好所以呢，就来到这个所在。那这个所在吼，照咱即马吼，来甲看，对，因即马来到遮，看即只驴驹子了吼。咱知影圣经就继续安尼记载讲，哇，门徒吼，甲迄个衫啦吼，铺伫迄个驴子顶管，无得甚至铺在地面上安尼吼，耶稣吼骑在驴驹子上，就安尼入来安尼吼，这嘛应验圣经旧约内面撒迦利亚书讲，因的王骑着驴驹子谦谦和和的进来，哇，都是照这个安尼的情形吼，哇，大家人足欢喜啊吼，咱就看真济迄个记载的话啦，啥拢有哪会甲遮的故事用话甲画出来哈，所有人吼，圣经就安尼甲因写讲，因前行后随哈，都是安尼头前有后壁都簇拥吼，甲耶稣吼，就是互伊安尼入这个耶路撒冷吼，举迄个棕树枝吼，所以这个叫做棕榈主日吼，就是这个吼，棕榈主日举迄个棕树枝的，哇，何沙那何沙那吼，那要来的吼，大卫的子孙吼，就真正安尼甲伊送去来甲这个耶路撒冷的迄个城面啦吼，那。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咱来看是以即卖的角度来甲看吼，咱即卖看迄个角度，就是即卖安尼，咱差不多徛伫迄个橄榄山迄个位置吼，大家人伫即个 PPT 观看即个金门吼，金门就是迄阵耶稣对遐入去的所在，迄个门吼，即个上古即个门，即卖迄个圣殿的所在吼，其实即卖圣殿已经无啊吼，顶管是迄个。有一个清真寺，我们叫金顶清真寺，被盖在那个地方。这个金门真趣味，就是伫1530年的时阵迄个回教徒甲封起来啦，甲封起来。因的意思是安怎，咱唔知。但是有人安尼讲讲检察院讲不爱互耶稣搁倒转来安尼但是无啥物会当来阻挡耶稣搁倒转来好，咱搁倒转来咱圣经的故事内面所以耶稣迄天大家人欢迎伊入去甲耶路撒冷城了后呢，入了圣殿，伊讲就遮看遐看。那遮的人一只在卖遮的羊啊，咱遮在兑换银钱呐，在看伫遐。了耶稣并无住伫即个
耶路撒冷的城内面吼，伊会搁行到，伊拢会出去甲吼，伊讲伊甲12个门徒呢出去甲伯大尼遐住。伯大尼呢，伫圣经内面咱也知伊是伊的好朋友，迄个马大。个玛利亚啊，个拉萨路，因即个吼，因家家底啊，因住伫遐啊，耶稣去遐互因接纳。啊，耶稣呢第2天才会个对即个伯大尼吼去甲耶路撒冷吼啊，所以迄礼拜耶稣的心情应该是就是安尼的情形啊，大家每一天。白天的时阵吼，日时阵就伫耶路撒冷吼来做一寡代志，无得甲法利赛人啊、甲撒都该人啊，有伫遐咧有一下咧辩论吼的情形啊，这是圣经别个所在有哪拢有记载伫遐吼啊，咱就来看吼啊，耶稣吼，咱的圣很多读的12节要对下来较讲起吼，所以。耶稣呢对伯大尼就出来啊哈，第2天呢，因就对伯大尼出来哈，讲耶稣吼，迄天早起出来吼，巴肚枵啦吼，远远就看到一丛无花果树，树顶吼，足侪叶啊吼，足侪叶啊吼，啊，伊就对遐去注意来看吼，来吹吼，想讲要踮遐吹看有通食无吼，但是来到这个树下啊，伊吹来吹去吼，哇，总是叶啊，哪会吹无这个果子吼？啊，因为迄阵吼，毋是收即个无花果的时阵吼，耶稣吼对即丛树啊，就安尼讲，对当开始对当以后吼，永无人食你的果子。哦，耶稣即句话讲出来，门徒嘛拢有听到。咱在座的门徒，你若听到即句话，毋知你啥物感觉？我迄阵当啊信主无偌久，读圣经读到遮吼，我来感觉讲。那耶稣那安尼无啥道理道理咧，毋知有安尼甲我共款想法的人无？请你讲就有安尼想法的人无？还是你拢无感觉有奇怪哈？我是感觉，迄阵啊，我会想讲，哇，对这个无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吼，耶稣表现出来这个情绪啊，感觉有较强烈点啊吼。啊，伊当时安尼巴肚枵，心情都无通好，吼，真会是安尼，吼。但是咧，佮想讲，既然圣经有安尼记载，到底伊有啥物特别的意思无？我相信是有吼。所以我来思想的时阵呢，感觉讲有即节耶稣所行的代志，感觉有较亲要甲咱教的代志吼。我就甲讲，今仔要甲咱做伙分享，就是耶稣伫受难节用即个咒诅无花果树呢，互咱一个。教导了哈，算讲有互咱一个教示，好，那所以呢，我就想讲，咱来特别来思想这个无花果树这件代志哈。你感觉讲这个无花果树，有人咱中间的兄弟姊妹捌食过无花果青的无？有啦吼，即马台湾开始有人在种啊吼，嘛真侪人在种吼。啊，以前的新鲜的无花果就是熟的时阵，就是个紫色的，吼，这个样子。好啊，那还未。熟的时阵还未成熟吼，迄个青的无花果树，大概即个，你若捌食过无花果干吼，内底介甜迄种的吼，大概就是青的无花果对烘干的啦吼。好，这款无花果所以无花果青无花果甲熟的无花果哈，青无花果会食是无？会哦，伊的皮青青来讲，但是内底真甜，伊的迄个吼是可能皮小啊涩涩安尼尔吼。那啥那叫做无花果？咱知影即马即个春天来讲，真侪树啊拢结开花嘛吼。像阮若安像开伫高速公路边啊，有足侪迄个木棉啊，木棉即马开花了，伊就花谢去了，就会结果子啊吼，才会结果子。但是无花果毋是，无花果是安尼吼，伊无看到花但是呢，就果子一直大起来安尼吼但是伊的雌蕊、雄蕊能包伫内底，所以非常的甜呐，哈，所以把它叫做无花果。看不到开花，但是果子一直长大，哈。那关于无花果，咱若搁较侪来甲认捌伊结果子的特色，兼且会当互咱搁较侪来想哈。无花果哈，伫中东的无花果多半是落叶木，所以呢，到冬天的时阵吼，都拢叶啊拢落了吼，了到春天的时阵被布芽，开始布芽的时阵吼，其实有两种芽，一种叫做叶芽，尖吼是叶芽，嘛另外吼较圆细细啊较圆的形的叫做果芽，
所以当叶子开始在长的时候呢，看不到花，但是这个果叶嘛，一直介做花变大，好，开始做花变大。所以咱就来想讲吼，有搁较深的意思，照着安尼耶稣要甲咱来教门徒教咱啥物货。若讲伫2月的时阵，吼，这个叶仔开始生起来，无花果嘛开始发的时阵，伫耶稣伫迄个时阵。靠近因的逾越节，就是咱即摆来复活节，差不多伫3月，即摆差不多4月的时阵。即个时阵，迄个当时无花果，抑阁是青来讲，抑阁有青无花果，对无？无花果甲当时修行呢，通常是6月修行。所以圣经嘛，咱读的圣经嘛，安尼写讲，伊安那毋是收无花果的时间。所以即阵会有青的无花果伫树顶无，应该爱有，吼。因无花果来讲，第2届的修行会伫8月、9月的时阵，佫有一次的收成啦，吼，会有2期的收成，有2期的修行，一个是6月，一个是差不多伫9月的时阵的修行。所以若安尼来讲，耶稣远远看到这丛树，哇，叶啊足济，就来找看有一寡青无花果伫顶悬无，对吧？但是找来找去呢，这个时阵因为毋是收果子的时阵，所以呢，应该爱有青的无花果留伫树顶。但是这丛树安怎找无果子，所以会当讲这丛树虚有其表啦，会足失望无？耶稣讲你若这丛树到当拢无发果子，搁较深的意思就是讲。这丛树今年是绝对袂当袂过果子，因为伊根本没有果芽。了解这个意思吼？所以这丛树根本就无果芽，所以今年呢，无可能伫这丛树顶找到果子。哇！我安尼讲了，唔知兄弟姊妹有甲我当时这个领受了有同款的心情无？有一个恍然大悟的感觉。耶稣毋是黑白发脾气，耶稣是咧讲一件真严肃的代志。会当安尼讲，所以咱若搁较济来看到圣经当中讲到耶稣常常用迄个无花果子吼来做譬如，就若像伫路加福音13章这段安尼吼，伊就讲到一个譬如讲过，有一个人吼，伊伫迄个种一丛无花果树伫迄个葡萄园内面吼。来到这个树前吼，就来吹哦，吹来吹去，伊嘛讲甲迄个管园的讲讲我这丛树我伫遮3年伫这丛无花果树头前来找果子拢找无啦，甲撤掉，甲伊砍掉踮遮这丛树踮遮白占地图啊！管园的甲讲主啊，今年搁甲留咧啦，我搁甲较骨力咧甲迄个。甲松土一个土甲歪歪咧，搁甲加一寡肥料啦以后伊若搁结果子就好若无你才来甲撤掉啦咱才来撤掉。我就去想着阮细汉的时阵，厝林后壁有一个小院子啦当时食果子阮就伫遐种一寡菜啥当时食果子就会甲迄个尤其木瓜就甲迄籽就甲压咧遐就会补迄个木瓜出来当木瓜了，在大丛的时阵，就期盼继续会看到木瓜大丛搁有木瓜通食。有一届我就大到一个时阵有一天迄花开始开花嘛开花长长安尼弄出来开花，我足会记哩迄阵我无偌大汉，阮妈妈讲一句话讲这丛公的无效，甲撤掉。有人可能较知影话来讲，爱有无花啦，讲爱有无花才会当结迄个木瓜出来所以连咱普通咱的经验内面就知影，迄若袂结果子的果树，甲留咧有啥物路用？无路用有影。若无结果子，就甲撤掉，因为无路用，白占地图。但是咱像即个管园来讲抑阁有稳定，阁等一下，阁甲继续甲看卖看会使无咱所以咱倒来看即个
耶稣的故事内面吼，伫迄个继续伊就哦，因迄个时阵来去嘛吼，啊一天早起，搁对遐经过的时阵吼，竟然看到吼门徒看到讲哦，迄张耶稣甲救做迄张无花果树，竟然拢高大去啊吼！哇，彼得就对耶稣讲哇，拉比，哦，先生吼，你来看吼，你所救助的迄张无花果树吼。哇，拢高大去安尼，真正都无人会当食到伊的果子安尼。耶稣安尼回答伊讲：恁着信服上帝，表示上帝的话讲出来是带着困难、有权能的。耶稣伫后壁嘛是勉励伊的门徒讲：恁着爱有信心。好，你若迄个，甚至你若有信心。你要甲即座山移到别位，拢有个。主要伫遮，我所领受的感觉讲，上帝的话是轻慢不得的。圣经记载所有的代志，拢互值得人思考，好好啊来想。好，所以伫马太福音7章登山宝训迄个所在，耶稣嘛安尼讲：好树袂结歹果子，歹树嘛袂结好果子。见若袂结好果子的树，就甲扯落来。好，等咧会林，吼，恁，所以吼，会当照伊的果子，就是照咱即个人，看就结果子，会当认出伊来。所以有结果子无，是要来认捌讲，即个人真是好的树，好的树，吼，真会结果子。我就想着讲。一个人的成长，一个囡仔的成长，阮在做德胜做入去到学校，就是希望看到这个囡仔成长的过程当中，咱就这丛树，伊后摆才会结出好果子，利益咱的社会，利益咱周围的人。好，所以圣经安尼勉励咱讲，恁得结出好果子，甲你悔改的心相称。咱拢悔改信主耶稣，但是咱的生命怎有结出耶稣信主了迄个生命相当的果子呢？这是上帝伫遮在勉励咱，耶稣伫遮勉励咱。所以甚至讲较较严肃，就是见啦讲主啊，迄人吼无一定会当讲进天国咧，唯独遵行天父之意。唯独遵行上帝的旨意的人，我感觉三无做均行上帝旨意，就是上帝的生命已经互咱啊。我有照安尼结出迄个果子无？有照安尼来行无？互人看会到，互人食会到迄个果子无？吼，安尼人才会当入上帝的国。我感觉这句话实在是一个严肃的话，吼，就是讲咱的生命甲咱的生活有结果子无？那这个果子，伫加拉太书内底有一个较统整的一个生命的果子，吼，我感觉真好，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检测我较早是一个真暴躁的人，但是当我信主了后，我的生命应该有愈来愈侪上帝的仁慈、上帝的温柔，会当结出来，哇！上帝的生命。安尼的生命会当互咱愈来愈哪亲像耶稣迄个生命，这是救恩要互咱的。那因为安尼的生命，我常讲生命教育是生命影响生命，咱的生命会当影响别人的生命，所以咱会当来拯救别人，会当来拯救灵魂，咱嘛会当结名的果子。所以服侍的时阵，哇，这个阿文信主啊，贝奇信主啊，什么人信主啊，嘛结出安尼的果子。所以耶稣看咱的生命内底，我家己有内面的果子，外面服侍的果子拢有。所以今仔日咱读这段圣经，吼，对耶稣这个架势，值得咱来想，就是我若无结果子，这是一件严肃的代志。啊，佫有咧，若无好的果芽，讲起来大汉嘛结袂出果子。若无好的果芽嘛，结袂出果子，这就是安怎咱要做来去出去结，拄着一寡人会当希望因的生命
孕育好的果芽。所以，我家己我本来是一个高中的化学老师，尾啊，上帝呼召我来出来专时间来服侍，我伫教会做青少年的工作。好，迄阵我就是看到讲啊，一个青年人、少年人，伊生命内面迄个果芽吼，实在是真重要的吼。但是我迄阵就是有哪教会来服侍的时阵，我就拢会上去学校上即个得胜课程。这个得胜课程就是捌一寡囡仔吼，一寡青少年，就甲带来教会，安尼引出来，人来认捌即个真理吼。迄个过程吼，阮做青少年人都爱办足侪活动啦吼，拢会办真正活动、宴会啦，啥安尼来讲吼。迄阵一面服侍，上帝就提醒我吼，讲你安尼办遮侪活动吼，哪像迄个枝叶茂密啊，办足侪安尼看枝叶茂密。但是有结果子无？这个囡仔伊的生命有真正改变，有真正结出上帝要爱因结的果子啊无？好，那所以吼，我就开始有这个警觉吼，就感觉讲我做青少年工作，限啊，互因感觉趣味啊，来到教会，除非我有互这个囡仔的生命真正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要安怎做？要安怎重新孕育？伊一寡囡仔，伊较早的家庭背景、社区的背景有拄到的情形，哇！我较早捌拄到一寡，伫高雄的时阵吼，遐个囡仔唯一就是伫迄个社区真济迄个帮派的囡仔，伊的价值观各方面吼是不容易的，吼。对来讲，我就想着讲，刚才咱谈到看到迄个路加福音的话，咱就迄个管衡讲，主啊，今年吼老咧吼，这个囡仔讲起来话看起来足无古锥的啦，行为嘛足无好的吼。当然感觉甲教会情形足无共，但是呢，我就想着这句话，伊讲着吼，该掘开土，加上粪。原来这个囡仔有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就是伊的根部的问题，伊的根部的基本问题，因需要有好的根基啦。哥林多前书安怎甲人讲？伊讲已经立好的根基哦，就是耶稣基督所教示的，无人会当立别的根基。所以咱咧讲生命教育、品格教育，所有遐美好的品格，其实就是圣经内面上帝的生命。只不过咱用互伊囡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来互因了解，好，也就是扎根在基督那个美好的信念里面，仁爱啦，节制，或者咱谈到讲的遐个规矩的生命，爱安装价值观伫遮个囡仔的内面。其实咱即摆108课纲到学校在实施108课纲，在讲的嘛是这件代志，因咧非常重视这个核心素养。较早咱的教育检采是人才培育啊，还有真的最底线因的技能人才培育。但是这个核心素养其实是咧讲人的培育，人什么培育？这个人爱对啊，无伊电脑科技足牛，但是伊的态度唔对，伊足自私，检采伊做的代志麻烦真济啊！所以其实呢，重点就是呢，要培育这个囡仔的态度甲价值观。检采是看袂到，迄是根本的代志。所以哪像这个管衡来讲，主啊，老咧掘开土加上粪，需要对根基，对这个少年人，对因的根基，伊的价值信念，互因有正确的养分，互因啊。即摆囡仔伊所看的媒体。所接受的真济，互伊的价值观，检采会互咱真担心。所以，得胜者这个课程会当入去到学校，也是伫社区。所以我迄阵家己伫带青少年的时阵，我拢甲得胜者的课程安排入来我社区的囡仔有机会来到遮，我继续甲上。伊伫学校，我检采我敢若上伊的问题处理，来到遮我继续甲伊上真爱守门员、情绪管理其他的课程。因为这拢是青少年所需要的价值观，所以整个我感觉讲，得胜者这个课程、这个教师，不管伫社区内面的教会的囡仔，还是伫学校内底的囡仔，咱拢在对因做一个超前部署。就咱就超前部署，咱即马即句话，大家人拢有哪熟悉所以一个人的性命。
品格的部署啊，哈，嘛得爱安尼做。第一，儿童青少年的时阵，得做好安尼的部署，免得到大人的时阵，你要甲改，这是真正不容易哈。啊嘛，那像这个施以诺老师，伊有这本册，伊讲品格是一把钥匙啊，哈。伊讲这个年头哈，真侪人爱讲大脑开发啦，吼，这真的是潜能开发加油。伊讲人的脑最需要被开发的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9个那个9个思维哈，9个思维，我甲讲这9个果芽，需要这高的安尼的信念的果芽。所有的得胜课程，基本上我就是要安尼甲这的果芽，安伫这的囡仔中间，有安尼的果芽伫内面，才会当结出迄上帝真水的生命。伫恁内面吼，愈来愈，互咱接受的，也是咱今仔日我伫遮甲大家人分享，嘛是甲兄弟姊妹做伙来勉励，就是咱拢会当甲上帝的信情愈来愈有分，嘛愈来愈有耶稣的荣美吼来活出。好啊，伫咱的生命内面，会当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吼啊！我捌听到一个长老安尼甲勉励啦，伊讲吼，你若过胜利的轨迹吼，荣耀上帝的大欢喜啦，哈！咱伫教会内面，伫甲别人的接触内面，安尼的轨迹，嘛是互上帝得到大荣耀，吼！所以咱很多甲大家讲到这个轨迹是上帝所看的，这嘛就是得胜者的计划，期美甲学校做安尼外展的青少年。单位青少年上济，学校内底上济，好社区内底上济，咱会当继续来，好，咱拢希望会当更加坐伫少年人的心内，会当孕育安尼美好的果芽，吼啊！上帝开这个门，互得胜者会当入去到学校，啊，阮继续嘛会伫社区，希望社区教会会当继续来用这得胜者的课程，甲阮的一寡活动，吼啊！我带大家人做伙一个简单的祈祷了。阮会讨园的同工会来甲咱做一寡事工的分享哈。亲爱的主，感谢你今仔日伫遮照着你所行的对无花果树安尼的架势，互阮想着主，阮即个人爱搁较济活出安尼属你的生命。主，求你来祝福。阮每一个人已经信靠你的人，伫阮的生命内面，愈来愈有你的荣耀。嘛，因为安尼生命伫阮的中间，阮会当个引带一人来就近你。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就请阮的迄个同工视频哈，同的同工来大家人分享。传道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好。我是得胜者的同的办公室同工，我叫林淑萍。但是等下我要讲国语，无我讲的足痛苦的，你听的嘛足痛苦的。好，大家好，我叫林世平。那首先我要先感谢就是在座的所有的得胜者同工。他们在这边就是经营我们得胜者的事工，从桃园办公室开始，一直到现在，他们都持续的投入在我们的事工当中，所以我们要非常感谢他们。那我们也要感谢，就是桃园教会给予我们这样的机会，几乎每年都有，就是让我们可以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所做的事工，也让大家更了解我们。也希望在我们报告完之后，各位也可以更加的投入在我们这样子的事工当中。那在我开始之前，我想要先跟各位讲一下，就是我的生命故事。我在国中的时候呢，我也是一个得胜宝宝。所谓的得胜宝宝，就是我国中也上过得胜课程，然后一直到现在，所以我们就会称呼上过得胜课程的孩子们为得胜宝宝。其实大家都知道，都经历过国中的时期。那国中那个时候，大家就是比较皮一点，上课呢不一定会好好上。
可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上问题处理的课程当中，我只记得一句话，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我从小都就是生长在基督徒的家庭，所以就教会的就这样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得胜者就是只有带给我这一句话，然后我知道他是教会来的。可是，一直到我国2的时候，开始有一点不一样的改变。因为在我国中2年级、3年级那时候，我经历到我人生中非常大的变故，就是我面临到很严重的霸凌，以及我面临到就是全班的排挤。这件事情甚至连我的老师们都知道，可是他们却跟我说：“没关系啦，说嘛，过了就好了。”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安慰，所以那个时候我伤害自己，想要靠就是伤害自己的行为来摆脱一些痛苦，但想当然了，这样子的行为并没有任何的帮助。我手上只是多了很多的伤口，在我父母面前，我要穿着外套，穿着长袖。夏天了，大热天，我爸说：“你不热吗？”我不热，流着汗，我不热但是这些事情并没有给我任何帮助，一直到后来，我甚至都写好了遗书，我都想好我要怎么离开这个世界。然后当时我走到教会，我回到教会聚会，那个时候牧师再次讲到了一句话：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突然感觉到神在提醒我，过去那些真的都过去了。今天我们应该要定睛在未来的生活当中，而不是一直重复的活在过去那痛苦的情况之下。所以我学着往前走，虽然这个过程一直到我高中，甚至到我大学，影响到我这么久，但是至少我走过来了，不然今天站在这里的就不是我了。所以非常感谢神。也非常感谢当时带着我一起上过这堂课的志工老师们。那我在以前呢，我其实是一个运动员，那我非常喜欢拿运动的这部分来跟大家做分享，所以我会拿接力赛来形容我们的事工。我们的事工就像接力赛，每一个事工都是我们的选手。那我们的选手可以代表什么呢？第一个，我们的选手可以做我们的得胜志工，就像我们在座的这些穿着蓝色 T 恤的这些人一样，我们可以进到学校去，近距离的跟学生们接触，在他们的心中撒下果子，撒下那个种子。我们都知道，种子撒在土里，它不会像豆豆龙跳个舞一样，一夜之间马上一颗种子变成一棵大树，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今天如果我们不进到学校去，如果我们不撒下这个种子，它永远没有机会发芽。所以今天我们进到学校去，我们就是要先撒下这个种子，我们才会知道，我们才会有机会让神在他们的心中做工。所以我邀请各位，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可以在就是周报里面有一份这个捐款信封，下面如果你愿意想要当我们的志工，不论是主教、助教或者是批改，你想了解，你可以勾选，然后交给我们，我们会通知你们的召集人，让他去与你们联络。所以第一个选手就像是我们进到校园里去的志工老师，站在第一线撒下我们的种子。第二个是邀请各位对我们的经费支持，我们在周报里面还有加另外一个是我们的事工分享信。当中呢，我们也有写，我们每一年我们桃园地区的需求其实到300万元这么多，就是我们不论是在教材的印制，我们在志工老师的培训，包括我们对孩子们的关怀，这些都是需要经费。而我们的事工不只是在桃园，我们事工还有在金门，还有在马祖，我们会跑到这么远去，也为着那些孩子做奉献。所以如果你们有感动，也欢迎你们在捐款信封上面，就是在使用我们的捐款信封为我们奉献，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地方事工报告旁边也有一个 QR code， 邀请你们在经费上面可以定期定额小额的为我们捐款。好，每天我们只要省下10到20元，我们一个月我们可以省下300到500元。
而这小小的金额就可以翻转一个孩子的生命。不要小看你们这一点点的奉献，一个孩子的生命会因为你们这样的奉献而翻转，就如同我现在站在这里跟你们分享的一样。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发票捐，如果说你们买东西，你们只要说我要捐发票，520-080，我爱你080，那你们就可以把发票捐给我们，好，把发票捐给我们。最后，我们的选手还像什么呢？我们的选手是代祷者，在座的每一位，只要你们愿意低头，为着我们的事工来向神祈祷，只要你们愿意开口，不论是为我们的学校、为我们的学生，或者是为着我们的志工老师，为着我们每一个办公室的同工们来祷告。只要你们愿意开口向神祷告，我相信神都会纪念你们，你们所做的神都看到，你们是积财宝在天上，我们所做的都是为神的事工而做。好，以上是我的报告，愿神赐福在座的每一位，谢谢。这是咱来唱。信息，三甲来吟信息179首，信息179首。黄腾义。请记得咱三甲来吟诗，奉献的诗。
是来报告啦，未报告进前，咱先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好树袂结歹果子，歹树袂结好果子。既若树无结好果子的，就错伊ฮ็落火。所以，恁要对因的果子来捌伊。既若亲乎我讲，主啊，主啊的，无一进入天国，独独惊我伫天里的爸的旨意的这话。马太福音第7章18、19、21节，请。好树袂结歹果子，歹树袂结好果子。既若树无结好果子的，就错伊ฮ็落火。所以，恁要对因的果子来捌伊。既若亲乎我讲，主啊，主啊的，无一进入天国，独独惊我伫天里的爸的旨意的这话。马太福音第7章。三甲来看咱的周报，第一页是澳洲的迄个服侍人员，请咱家己参考，还有以及教育部的课程、主日学的课程，请咱家己参阅。第二页是咱周间的聚会以及小组的聚会，咱参阅。过来第4页。若是对奉献有订单，若是有订单的，请咱找迄个集酒的中集来更正。咱来看掀开周报第5页，本主日是得胜者的主日，咱欢迎心经沈锦秀牧师，伊就是得胜者教育学会研发部的主任，来咱本会来证道。那感谢。今仔日中昼12点，伫9楼要召开主日学的迄个会议，请同工来出席。下主日是台南新学院的奉献主日，请咱备办心。第2点是团导部，下主日团导部伫中昼12点要伫701室来召开部员迄个团导部会议，请部员出席。小会消息，本会伫咧4月11日上午9点半，礼拜讲到了，要召开临时的好会，办理聘牧师的选举的事宜，请咱兄姐来关心带到。你会籍若是伫咧教会，伫咧同教会，请你务必爱出席来参加，因为这是咱教会真重要的一项事，因为咱要聘牧，所以需要咱所有兄弟拢出席。那你若袂当来，请你向你各区的区长来请假，也是小组长来请假。教会消息，4月11，请兄弟特别注意，就是我拄则有报告2场的礼拜，因为咱迄天要监选牧师。所以早场甲第2场的礼拜要合并，伫咧9点半，9点半才开始礼拜。所以你若是习惯参加早场的人，爱特别留意。4月11日上午9点要召开，伫咧4楼交易室要召开小会。第3点伫咧3月28号要邀请台湾新学院的陈尚仁牧师前院长要来到咱遮来证道，伊要分享的题目是读经甲祈祷。咱礼拜后伊有要专题的分享，对圣经来看良性，咱迄天有准备便当，
那伊邀请咱陈牧师邀请咱早场甲第二场拢做伙来参加，因为伊的讲题无共款，所以你会当一工来听2场，甚至伊的迄个专题分享，希望大家踊跃来参加。第4点是教育部奖学金审查委员会申请到今仔日中昼截止12点截止，若是还未提出的同学家长麻烦你提醒，用较紧，伫咧12点之前来提出。教界的消息，咱2点，咱甲家己来参与。那这是我请咱的传道来补充报告。大家平安。今仔日有2位新朋友伫咱的中间哈。今天有2位新朋友在我们中间，是黄培玉弟兄还有侯盈君姐妹。不晓得你们在哪里？可以跟我们挥挥手吗？好。好，传道在这里代表桃园教会，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教会，跟我们一起聚会哦。好，以上报告，谢谢。好，咱三个来做伙来上营，吟上营402首，上营线，咱请沈牧师来祝祷。愿上帝真水的生命，搁较济孕育伫咱每一人的心内。愿野花的光照咱每一人。愿耶稣基督的恩惠，甲咱常常同在。嘛愿圣神的相通，伫兄弟姊妹中间互相勉励鼓励，对即时直到伊过来的日子，阿门。
音乐乐岛。三甲来行平安礼，甲你出来讲，耶稣听你，愿你平安。